別墅是擁有天地嘅思想生活，更代表咗你嘅尊貴嘅身份。今日為大家介紹一間位於澳門南灣 CBD 核心地段嘅一間全新別墅，連埋裝修。喺澳門呢啲人多地少嘅地方，擁有一間屬於自己嘅別墅，係一種咩體驗 ？Let's go！ 咁我而家入到嚟別墅啦，咁我先環顧成個一樓嘅格局。建築面積咧就433.1尺，咁啊實用面積咧可以去到6259啊，相當之靚嚇。咁而且呢個別墅咧係裝晒修俾晒你噶啦，咁仲有輔助電梯，相當之唔錯嚇。咁呢個位置係一個中空嘅，咁係設咗一個茶室啦。咁我哋再去睇睇個飯廳，做咗一個8至10人嘅飯廳。我哋先睇睇個廚房，廚房咧採取咗一個中島式設計，真係好符合呢個別墅嘅標準風格啦。好正嚇！咁我哋而家好快速咁樣去睇下樓下嘅一間客房。咁我哋先經過一個客廁，咁呢間係套房嚟嘅。咁所以咧，成個屋苑啊，佢係有6房6廁嘅空間，相當之正嚇。咁呢個客房咧，仲有個外面嘅平台啦，即係後花園。咁我哋而家快速搭 lift 上去睇下2樓嘅環境。我哋而家搭 lift 上到嚟2樓啦。2樓咧一共有5個房間，當中有3個係套房。咁我哋先睇第一個套房啦，環境相當之唔錯啊，好舒服。我哋快速再去睇下第2個套房，好正嚇。我哋再快速去睇下第3間客房。咁呢個房間就冇套房嘅。咁然之後，我哋再轉去睇一個書房。好啦，咁旁邊咧就係一個客廁。再嚟睇下主人套房啦，洗手間都好大嚇，雙洗手盆，有浴缸，有企浴，之後外面咧仲有個露台，望到觀光塔，煙花景一覽無遺。